係歌手劉永聰，以先前由因為過第19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同客語專輯獎，一擺以用新竹黃山來做背景，用夾客家歌謠同採體人文風情嘅專輯，聽到唔低年。再講因為金曲獎最佳客語歌手，亦係打算要同國際交流，同客家音樂推廣到全世界去。土特別出席嘅劉永聰，阿妹係香路人，不過做4年嘅幾日，睇視圖新竹，到前一張專輯因為第19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演唱人同客語專輯了後，劉永聰為到樂壇客認識各種想法，搬到新竹，創作出聽到唔低年專輯，因為今年金曲獎最佳客家歌手。聽到唔低年嘅意思就係一年嘅客家鄉親。用人來到一年客家種，一年就攞一年同好食、同好糖、同好教嘅東西全部拿出來，大家拿出來就大家都懂聽，即係一個親一年客人嘅這樣好客的心情。一擺重複大幫年，係劉永聰對創作得到肯定，還有盼第二場個人演唱會親情嘅感謝。到劉永聰嘅歌曲底度用熱琴、弦、黃簫、小太提琴嚟到樂器，豐富編曲嘅多年性。嗰一擺因為金曲獎了後，劉永聰6月底到台北市開嘅個人演唱會，所落來之後帶進客家音樂去到國際做交流。第一站愛去新疆。係因為我沒有教嘅樂器熱琴。改片沒有一個樂器，很多東布拉沒可以用2條弦的，我知道動唱腔，唔過嘅演出嘅方法，演出嘅教嘅方法全部冇共用，嗰種係上去看那一片有乜嘅冇共用，有冇在切貼你嘅學習嘅地方。路橋就係劉永聰看到新竹新港橋，可能會俾人插拍親切嘅感慨。對佢來講，客家音樂唔單止係生活嘅旅程，亦係佢對家鄉嘅土地親切嘅人文關懷。靠新聞台關注劉文輝特別報道。